上帝是的我稳当点，安稳自在欢喜。请咱注意第三节的歌词，第二节的所在，骨髓犹豫，哈，照白话字，安尼是犹豫。虽然好食，毋达伊温会好。好，咱来过来吟483首。拄着试炼灾的为你真艰苦。咱来吟第1节、第3节、甲第4节。拄着试炼灾的为你真艰苦，地高落只希望生命看无路，你所伫的阮事，逐项想来去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主的阮事你着算着笑，主的阮事你减算过了，主的阮事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第3节，想别人有福气，坚持大家伙。无伫土开双向天里有主。无论大小事，无伫落只希望上帝仍做主。主的安慰帮助因带到天堂，主的阮事因着算着笑，主的阮事因减算为了，主的阮事逐项算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
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着拢耶和华唱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。吟诗信诗21首下调，信诗21首下调。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，请起立。徛入讲读新的界面，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，这该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该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界面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会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即嘛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启应文第23篇，启应文第23篇，我来刻，大家来印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咧。愿以色列讲。伊的主爱永远伫咧。愿阿伦家讲。伊的主爱永远伫咧。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。伊的主爱永远伫咧。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就应我，将我推离宽阔的所在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就互我开伊的门。这是耶和华的门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师傅所去杀的石，已经成做触角头的石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咱目睭看伊做奇怪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，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。耶和华啊，但求你真紧救。耶和华，但求你无法发达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福气。耶和华是上帝，伊会跟救我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会尊你做怀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咧。咱同心祈祷。
阮伫天地爸，阮的主，感谢你，搁顾守阮过去一礼拜的时间。今日是主你所赏赐互阮的安息日，互阮有份甲你来到你的圣殿中，三角敬拜你。感谢你赏赐基督，行做赎罪羊羔，互阮通恢复甲你亲密的关系，互阮照着基督耶稣，通到天父上帝的厝。有你的光照阮心中的黑暗，阮的生命就要有新的改变。求你，互阮有智慧看见伊，来行伫真理甲正确的道路，帮助阮袂目击伫你的慈爱甲怜悯。阮要用敬畏甲谦卑的心来跟随你。阮的祈祷、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学老圣歌队所要学老的诗歌是：我心存感谢。
今日圣经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4节到第9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4节到第9节。今日的周报后面嘛有今日的经文，我来读。第4节，我常常替恁感谢我的上帝，是为着上帝的恩典伫耶稣基督捌赏赐恁的，因为你惦伫伊逐项事，因为你惦伫逐项代志富足，口才知识无毋招避，亲像基督的干净，得到坚固伫恁的中间，直到恁伫逐项恩赐无一项无够耶。替候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，来，伊嘛要坚固恁到落尾。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无通嫌。上帝是信实，恁对伊受调，来甲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。圣经读到这，讲道，咱请念节目师讲道的题目是献上感恩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感谢天父，一礼拜开始，透过圣歌队的吟诗，带领众兄弟姊妹来敬拜阿罗你。若咱诗歌讲的，感谢我的主赐我性命，每日通甲上帝你同行。上帝你用你的圣手来扶持阮心存感谢。特别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一礼拜的时间过去，阮有真多的重担，真多的放袂当落的代志。愿主你的信心大开来帮助阮，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阮，搁一遍，甲耶稣基督相结连。伫耶稣基督丰盛的内底，得到新，搁有快乐的活命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感恩啊！应该大家拢有听到咱另外一个宗教讲感恩啊。到底是你感恩什么？咱这笑话咧讲，厝咱食，厝咱穿，厝咱欠钱拢毋连用。安尼，咱较要感恩吗？久长以来，这个世界互咱的价值观，凡事拢是爱靠家己去争去处。有一首歌咱这年纪的吼，我等下华语堂吼讲这首歌，可能一定无人会知。迄首歌是安尼讲：3分天注定，7分，大家拢有听啊，爱拼，甚至咱对咱细汉受教育。就互咱讲啦，虽然咱知影迄是要鼓励，但是伊讲啦，人定胜天，咱知这是无可能的啦。当咱人是以咱人最中心的文化思想下面，咱人心排对内心底献上感恩啊。尤其咱华人的宗教文化。我们在骨子里面，我这个人，我重要徛的位置赢过其他任何的米。我们这个人，我站的位置其实超越很多的东西，甚至是神明，甚至是神明。大家都捌听过牧师有捌鼓励讲吼，人外口的人是假神啊。真拜，能够拜啊真敬虔，但是咱吼是真神啊，假拜，而且清清彩彩。但是因拜神的目的，大部分嘛是拢为了家己，因为牧师嘛是安尼行过来。因这款的信仰，甲使徒保罗所传基督的福音价值观出发点，完全是无共款的。首先，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章第40到第50的背景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起造的教会，
教会内有少数犹太人，大部分拢是第一代认识上帝，咱讲外邦人。其中因的地位拢较低，信徒的地位拢较低，而因的社会啦，甚至有的是奴才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6节来讲，照咱人的标准来看，哥林多教会内底有智慧的人无多，有能力的人嘛无多，有尊贵地位的人嘛无多。这嘛像咱早前100多年咱台湾有来教会的人嘛是差不多拢同款的，有地位有名声的人无多。但是伊这意思嘛讲，一定有少数是有智慧、能力、有名望的信徒。继续是伫第1章27节到28节佫讲，社会伫迄当时社会看重的，甲上帝拣选的人，会是无共款的。上帝拣的人，第一个是上帝拣戆人，牧师嘛是戆人，感谢主，戆人上帝拣的。上帝拣戆人，要巧的人见笑；第二，上帝拣的是弱小的人，要互感觉先强的人嘛好见笑；第三，上帝拣什么人？就是咱讲弱势族群啊，或是有藐视，互人看袂起，感觉逐项拢无的即款人，上帝拣即款人来废无咱即个世界感觉伊认为伊感觉真高的即个人。上帝这款拣选人的标准，超过咱世间人的想法。保罗伫伊宣教的路线，原本伊离开马其顿，要前往雅典，来这个所在来宣教。但是这家雅典遮的人无接纳保罗所传讲的福音，直到保罗就转到哥林多这个城市来传福音。这是哥林多城市的福气啊！保罗家己讲，伊来到哥林多的城市是用软弱，佮惊甲皮皮出来的心情来传福音啊。因为伊的经验，可以惊到，竟然有一个城市拒绝伊传福音，所以保罗对基督的福音，会使拢是小心翼翼啊，伊唔敢轻轻踩踩。哥林多城市是一个非常真，咱安尼讲，像咱即摆台北市共款，好野人真多，但是嘛是世俗化，爱比较，道德沦丧的一个城市。如今保罗伫哥林多这个城市，伊专心传讲1年6个月的时间，用基督的真理来教导，互愿意入来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伫心灵甲生活顶面。有得到真大的改变，或者人伫知识、智慧、文字顶面嘛，拢有加添，最的灵魂得到救赎。我唔知影兄弟姊妹有安尼的经验无？我嘛感觉我来教会，我会拢开阔起来。对真侪较早我感觉对的物件，敢无一定是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唔通来教会哦。我对我较早的想法，拢始终如一。迄无一定是好的，无一定是好的。你看，有真侪戆的，咱讲戆的，也是弱小的人，因等于来到教会，因的性命受改变，因有真侪对上帝来的恩赐、智慧、才能，互因手术，互因改变。保罗一开始写哥林多教会的这张批的时阵，就为了教会所有的物件来献上，上帝来献上感恩。就拿起就今仔日的经文第40到第50讲的，保罗用我感谢上帝，透过基督耶稣赐予教会恩典，互教会通过基督伫逐项得到好业，充满逐款的口才甲智慧啊！但是咱知影，这款和谐的画面好景不长。使徒保罗离开教会一段时间，教会就变质了。
教会内充满真大的争战啊！教会到底是谁要负责？教会内就开始分党结派。咱若有按信仰讲的读经，咱就知影，有人讲伊是受保罗的，有人讲伊是受彼得的，我是阿波罗的，甚至有侪侪无共款的信仰的观念入来教会。咱知影，第一代的信徒拢是大部分，因较早拢是拜拜耶稣拜拜。当保罗离开了后，因共款从因较早的经验带来教会。咱遮第一代基督徒的举手一个，第一代，那遮少，顶面较侪。有时咱拄啊信主无偌久吼，咱较早拜拜迄方式，拢会展现出来，你知毋知？迄款的物件爱有真侪时间吼，较来调整，会慢慢较会改变，较会改变。伊遐就是安尼。当教会你乱的时阵，就用较早的神明有印功的迄个概念入来教会。嘛，侪侪无共款社会的知识，赢过保罗都传讲的真理。咱讲世俗价值观来影响即个教会。伫到保罗传到哥林多教会信徒纯真的信仰，无法度赢过时间的考验。保罗听到家己起造的即间教会，诚做安尼乱七八糟的情形，伊非常的心痛，非常的着急，甲写即张批。如今是咱21世纪，咱教会的情形。同款嘛，互一寡对主忠心的人心真痛，非常的着急。尤其是咱长老教会，以咱台北中会做例，听较资深的牧师讲，将近这10多年来，有超过半数的以上的教会牧者拢换掉。这几年愈来愈严重，咱讲每况愈下。这款情形是咱全台湾咱长老教会有27个区会，27个区会，咱排第一名。咱逐项拢要第一名，这款嘛是第一名。99间的教会，常常有15间教会空伫遐，无有牧者。有其他中会牧师，你问我，到底恁北部的教会是发生什么问题？是恁教会、恁北部的教会的会友较歹剃头，还是牧师本身有问题？咱知影罗马不是一天造成。当咱看到这个问题，这个背后一定阁有伊的问题，较会产生。这是需要咱每一个信徒，你甲我爱注意关心的代志啊！咱爱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，因为基督内底，咱拢是一家人的。当牧者，一间教会的牧者，常常你换来换去，信徒伊的心一定会受影响。所以这个时间无法度来久长来起造。教会发展相对的困难，信徒属灵的性命都无法度互饲好饱。虽然咱教会同款照几工办一寡活动真热烈滚滚，但咱知影大部分外口热烈滚滚内底呢问题真多。伫个教士停滞不前，甚至有的教会四分五裂。的代志来发生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30安尼讲：凡事唔通激动，唔通贪图，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心存谦卑，看别人比家己较强。目前咱看到教会的问题，唔是即摆发生的，这是咱常常犯的毛病，就是讲，即摆新学院出的牧者拢无法度来牧养教会，
即摆少年人吼拢怎样。咱即摆看到教会的问题，可能是经过一代，还是两代真长的时间。一代可能是30年，两代60年来造成的。这个一代两代的时间，拄啊好，甲咱台湾经济起飞的时间差不多。咱人的心容易受大环境的影响，咱的信仰嘛渐渐来产生变化。我捌甲阿财吼，咱的进财吼开讲过。进财吼，因讲吼，伊较早伫罗东，有一个陈医师长老，看到遮吼目睭也是较无方便的吼，来开一个职业训练所，来帮助因，互因有信用。听阿财分享，多出外来都市拍拼，真多信用就无去啊！所以阿财咱来鼓励者，来拍抱我者。牧师逐摆去找伊按摩的时阵拢会听伊分享咱拢人生会受影响，所以是安尼一代一代。所以咱看教会即摆有问题，毋是即摆较产生的，是已经真久。咱嘛看有一个家庭有问题，毋是即摆较出现的，毋是讲有一个小三六就家庭就问题出现。咱若家庭无问题，你小三小四看嘛无问题。以前咱教会来强调的真理，耶稣做王，彼此相听，牺牲奉献的精神，即款精神渐渐无去。咱若捌去听咱的长辈讲，哇，迄长辈将迄个地奉献到教会，就无惊儿孙。咱常常听到即款安尼为着主来牺牲奉献的代志。如今咱换来，咱看到教会是分党结派。咱拄仔你讲哥林多教会是安尼，有人讲伊是保罗迄个，还是彼得的。咱嘛是安尼，有即做家族，还是政治，逐种议题较想法，造成彼此来攻击，造成咱人变较自私自利，渐渐信仰就失去热情啊。当教会咧乱的时阵，兄弟姊妹共款，嘛是因为这个信仰会来教会，但是伊来教会变成是公式化。我来教会了，我就紧走，因为教会变质。当咱逐摆咧讲少年人拢无爱离咱的长老教会，真侪少年人，咱讲的迄少年人，即摆差不多拢是50岁左右啦。咱即摆少年人，咱的我嘛参。咱的嘉明执事哪里讲？我们长老教会咱差不多40外岁、50几岁，这个阶段的人，全部都很大量的外移。你长老教会、真侪教会拢无这个年龄层的人，这个年龄层是上勇的。当因伫少年的时阵，看到顶面的人是安尼，伫你教会的时阵，因看袂落去啊。大量真多，咱来讲啦。真侪真侪外教派的祝福。传道书第9章第9节安尼讲：第2讲的下面无有新的代志。如今咱教会拄着的，甲2000多年前保罗去做哥林多教会拄着问题是同款的。当教会失去真理，当教会失去合一，当教会失去相听，当教会失去基督。咱的教会检彩还阁是教会，也是安尼，咱教会毋望阁是啥物？也是安尼，咱教会还有啥物伫值得咱献上感恩的代志？咱继续来看今仔日的第2段经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章第60到第9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章第60到第9节。第60安尼讲，亲像基督的感情，得到坚固伫恁的中间。直到恁伫遮的温书无一项无够呀，来听候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。伊也要坚固恁到落尾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无通嫌。上帝是信实的，恁对伊受调来甲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。
教会伫即个乱七八糟的下面，咱犹原对今日所读的经文，好亲像伫黑暗中，咱看到有光照出来，有光照出来。保罗并无因为教会这问题、遐问题，我们用华语来讲，千疮百孔啊，伊就咒诅教会，伊就咒诅教会，因为伊明白一项代志，教会毋是保罗的，教会嘛毋是属于口才真好的亚波罗的，教会嘛毋是受耶路撒冷领袖彼得的。啊！弟姊妹，教会佫较毋是咱即摆世界有权有势的人的，教会是谁的？教会是上帝的啊！这嘛是咱爱献受感恩的代志。好佳在，教会是上帝的。以弗所书第1章20到23节讲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伊的身躯。上帝真正是疼咱世间人，透过基督来起造咱教会，毋是透过咱人来起造教会。保罗伊知影，咱人会失错，咱人常常歹势哈。牧师今日讲得有较激动哈。咱人常常会受罪恶来引诱，咱看真侪教会，还失错的前辈、信仰前辈，因较早拢是对主非常的敬重的一寡人，但是等到因年老的时阵，因失错去，因徛到迄个位置，因无想要过来。常常有听人咧讲，教会无我袂使。教会无我袂使，我要做到当时，我要做到死为止。保罗知影，咱人会受罪恶来引诱，咱想要挖靠家己，咱想要挖靠基督以外的物件，但是咱拢知影，遐个拢是一条死路。有即句话嘛是安尼靠，靠人人倒，靠山。山倒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今日经文也讲，第9节讲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就是意思上，咱会变来变去，但是上帝永远拢袂变。上帝是永远掌权的上帝，上帝嘛是咱永远袂动摇的靠山啦。啊，弟姊妹，咱一定要有安尼的确信。这个确信，互咱对教会的未来有真大的盼望。虽然咱即摆台北中的有10几间的教会拢无牧者，我嘛听有真侪教会还佫咧乱，但是我对上帝有信心。上帝透过伊奇妙的计划，要来调整属于伊家己的教会。感谢哥林多教会当初拄着的问题啊，嘛感谢使徒保罗这个好的牧者，互已经看。要倒去的教会，保罗用好的态度、欢喜、感谢的心来服侍上帝的教会，互上帝有时间去改变环境，嘛互信徒有机会去悔改，去赢过家己，改旧换新啊！哥林多教会里，使徒保罗内心用真理的教导，咱若继续读圣经讲，咱对上好的话，拢是伫第1节到第9节。第10节了才开始，咱讲保罗吼，伊火力全开啊，开始骂人，开始教导教会。如果保罗用内心真正教导的时阵，虽然过程中间教会经历真多挑战，但是咱嘛知影。渐渐，一做失迷的羊，行转来正路。感谢上帝伫基督内面造就万项的恩赐、知识、才能，赏赐互咱教会。
帮助咱教会伫信心听的内面，咱有开力去面对侪对咱教会内面较外面的攻击、较混乱。这就是教会安尼哩乱，悠远会徛在的原因啊！有人讲啊，教会要倒啊，我跟来走；有人听到教会要建堂，我跟来走。并且会使互卑微的咱伫教会内底经历甲耶稣基督三结连的丰盛啊！咱爬山拢有迄个感受，伫爬山时真艰苦哇！但是等下咱到山顶的时阵，咱感觉一切都值得了，一切都值得。这种丰盛的生命，只有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咱通得到，就是教会美好的团契内底来显现。啊，因为安尼，伫到这2000多年来，侪人将感恩对上帝感恩化作行动，愿意像使徒保罗同款，牺牲伊的性命，牺牲伊有的，为了将美好的福音一代搁一代传落去。各位兄弟，你有偌久无对上帝来献上感恩？当牧师安尼，你问兄弟姊妹，有时得到的答案是安尼：牧师，即阵嘛无特别的代志，通感恩呢？咱检查爱遐现实吗？爱上帝赐你穿、赐你食、赐你欠钱毋免还的时，你较要感谢上帝吗？牧师，我正骹受伤，检查爱感恩。爱感恩，感谢上帝，互你的倒骹无着伤。就是你的双骹着伤，咱嘛爱感谢上帝，还阁留咱一口气。牧师，毋是你讲阮笑，是真的哦。咱无管得时无得时，咱拢爱感谢主啊。有时无得时的迄个情形吼，对咱的帮助更较大哦。无得时的时阵，对咱的帮助更较大。落来，咱今仔日周报咱等下带倒的事项，咱嘛要为了咱的总长老来祈祷。伊的骹着伤，骹着伤来祈祷啊。常常牧师话伫身躯病痛中的兄弟姊妹，看到因悠远、有信心、坚强、靠主来做见证，牧师嘛为了这样代志。对上帝来献上满满的感恩啊！伊的信仰，互我真做伊的牧师，感觉真骄傲。教会上无欠的是啥物物件？有温顺的人，有知识的人，有才能的人。咱讲教会上无欠的就是教人，因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拢会赏赐互咱。教会上欠的就是愿意戆跟对耶稣和耶稣用的人。我们建成，我们有爱。咱的见证，咱有听，这不是口号，是咱在座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受调来见证咱这群人。咱愿意戆跟对耶稣，愿意和耶稣来用。咱愿意委身服侍伫教会，咱愿意彼此相听，咱愿意真正爱开始读经，咱为了真侪代志，咱来祈祷，直到咱建成教会较有法度真正做是有听的教会啊！昨是咱一年一度的中级的训练，不是看到中级排除万难，昨的温度，这几天的温度吼。体感温度强要40度，因对早起中职会、下晡训练会，牧师看了因这几年来，迄学业的关系，牧师为了安尼，上帝献上满满的感恩啊！认为牧师来建成。已经6年啊，时间过得真紧。我嘛真感恩，
上帝引带阮翁仔某来建成服侍。虽然阮对进前的迄个教会有真毋甘来离开，但是阮如今来看，上帝超过阮所想的。来建成教会看到一个团契，无管是好的时阵，还是歹的时阵，有时团契的人是真少，剩两三个；有时团契人就渐渐啊，因为有人坚持落去，团契人就渐渐啊，搁做起。伫团契内底，咱就看有聚会、陪伴、分享，做的成长。有真侪伫团契内底，咱做欢喜，咱做流目屎。咱等下礼拜煞会使看咱公布栏，还是伫咱的电梯内底，无数拢有在咱做记录。咱看到真侪兄弟姊妹比如妇女团契，这个妇女伫这团契内底，咱经着上帝听。真侪少年的夫妻带落因的幼囝。因安尼集合起来，透过旅游，透过出去办活动，伫内底，咱看到上帝听伫遐来遐展现。咱看到咱的无管咱有真侪，咱看到咱圣歌队，牧师嘛真感谢。咱嘛本来真少的人，安尼剩啊10通的。你看即摆安尼拄啊开始安尼遮吼，第一排吼安尼挤来挤去，牧师看到非常的感恩。7月份牧师非常的无闲，咱一开始咱就去参加正瑶少文的红木就任礼拜，隔天8月，牧师受邀请去咱暨南教会对咱正教会来分享咱建成教会社区的事工。牧师对上帝献上感恩，咱的社区事工，牧师代表去报告、去分享，是真侪兄弟姊妹，咱在座兄弟姊妹支持咱的奉献，较有法度真侪外口人合适的对象。社区事工，咱看到真侪的长辈，因真欢喜。牧师嘛是知影，恁吼拜月、拜4、拜5，恁来找一时间，恁来看。咱来看喺外口无明白耶稣的人，因来到教会是安尼真欢喜。咱会感觉伊是对内心真欢喜，安尼咧笑。等你来看这个画面，你会上帝对咱建成教会所做，你来献上感恩。当咱结业式的时阵，咱也有办一结业式嘛，拢有什么毕业典礼嘛，咱嘛办一结业式，安尼遮拢当咱的部长政会长老伫头前咧分享的时阵，伊是一边分享，咱志工坐伫下骹，一边分享，一边感恩，一边咧哭的时阵，牧师徛伫后壁面，两个牧师为了这样的画面，阮对上帝献上感恩啊！上帝啊！阮建成教会是啥物教会？但伫你安尼对阮有遮大的恩典，互阮。一间教会有时时刻刻对上帝献上的教会，较会成做一间健康的教会。一个信徒会时时常常对上帝献上感恩的人，伊较是成做蒙福的人。最后，牧师嘛要用咱的正谣的牧师写转来咱建成的一段感谢函，做今仔日讲道的结束。有人看过无？看过野手者？在公布栏啦牧师早起去开门的时阵。看到这个感谢函，牧师非常的感动。一个会感恩的牧者，有一个感恩的人，一定会成做一个好的牧者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对起初呼召黄立典牧师开拓建成教会，广传福音，领人来信主。70多年来，因为主的恩典，
进行教学不断应顶来发展。教会培养了真多的传教者，愿意来呼召，愿意受呼召的传教者。我对细汉就看到真多见证伫上帝恩典的作为。因为伊是用华语写的啦吼，这段吼实在赞叹，如同诗人所说的：“狼胜先蜜，你笑脸咪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。”如今我感谢主，竟呼召微小的我成为一个工人，领受主的命令，起来传扬他的福音，在主所量给我的地方服侍他。更感谢主一步一步的带领及供应，让我真实感受到耶和华以乐。真的预备了一切，使我充充足足，满有恩典，为要完成主他自己的约及选召。谢谢建成教会众弟兄姐妹，如同母亲的爱，关心我，为我祷告。在我前往神学院受装备的时候，受派担任传道师的时候，以及现在案例成为牧师，你们都不断的为我祷告，让我深深感受到主的爱就是这么的如此长阔高深。愿那获赐与众人的主继续加添我们力量与恩典，好叫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能见证上帝国的荣耀，直到永远。受呼召成做传教者，毋是咱一般人受的这简单。而台湾遮侪人，基督徒嘛，较差不多4%左右。这4%左右，要阁受呼召传教者，阁是较少数。正尧伫咱遮细汉，伫咱遮大汉，受咱遮的栽培。行我呼召的路，伫伊伫神学院学习，伫伊做传教者的服侍迄3年，其实毋是遮尔顺利，可能过程路嘛是大家拢报喜不报忧啦，哦，甚至是正尧嘛无一定要讲，但是正尧感谢主，正尧拢会找阮两位牧师来分享，毋茫阮替因代祷陪伴因。所以真正是咱这边咱一台游览车，咱落去在伊的支持，对伊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。咱若看到真侪兄弟姊妹对伊的奉献所以正尧在两天就是查牧师讲，牧师我们建成那个账号在哪里？我要做感恩奉献。一个会感恩的人，一个会时常对上帝感恩的人，伊会成做一个福的牧者。牧师嘛，再讲一遍，咱每一个人，咱也会常常的感恩，咱就成做一个互上帝启造教会要用的迄个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伫众人的中间来呼召阮。你来这个奉基督名起造的教会，你这个教会，阮所受培养；你这个教会，阮互上帝做你的听亲自来医治、来安慰阮，帮助阮伫这个教会，知影阮，你呼召阮，知影阮这个人，阮伫这个世间，阮的使命是甚物？感谢主。感谢主，你伫你的计划中间，互阮众兄弟有参与伫这个中间来荣耀主你的名，帮助阮建成教会继续成做一个有听的教会，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，成做一个是荣耀上帝的教会。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回应诗，信诗483首，信诗483首。拄着试炼灾的，为你真艰苦，请起立。
奉献，咱请书献的同工。起立，手奉献诗。请坐。公道，咱请掀开周报来呀。大多数项教会意向，新传正信徒万民该做诗，咱读经祈祷，为心服侍，彼此相听。第一点，愿主的灵激动阮的心，伫基督的爱听的团契当中，重视信仰的精神美。第二点，为着肢体有咧调养的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洪甘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胡艺美、杜昭、陈秀龙、赖胜雄、陈义利、林以诺、洪英哲、孙兆正，以及在复健的庄宝玉、陈昭明、刘慧忠、李碧莲、田园文子、陈美金、李念之、钟松吉，以及在化疗治疗的黄静茹、陈怡君、李雅娜。第三点，为着7月29到30号的儿童主日学生活营，以及8月19到20青少期夏令营的准备报名顺利圆满。那么为着拄仔牧师讲道的内容有感动的，有领受的，阮等下在祈祷的当中嘛回应上帝。咱即马同心来祈祷。
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来祈祷。无论是家己还是别人的关心甲需要，阮拢要专心来交托予你。感谢主，你是丰盛甲慈爱的神。伫阮的面对软弱甲欠缺的时，你拢无放阮一个人，互阮孤单。因为主，你是加添阮所需要一切的神，互阮心中的苦楚得到释放。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应允阮，互阮知影，无论踮伫什物款的环境，你拢是阮生命中的倚靠甲帮助。你的大气力要陪伴阮头前的路。求你帮助阮有能力彼此相听，用这款的方式来见证你的恩典，互人嘛体验到你对人的大疼痛。求你带领阮，使阮有疼甲智慧，用安尼的疼来对待阮四周围的人。最后，阮也要用主祷文安尼祈祷讲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袂得带阮入地市，叫阮发伫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：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本主日黄之梅牧师前往李春生教会正道主持会议。第二点，7月14号到24号两位牧师安排年休返乡探亲。那期间的7月19号的礼拜三查经祷告会暂停一次。第三点，7月17号礼拜一下晡4点教会消毒，然后7月18号教会无开放。第四点，7月23号下晡全教会大摒扫，请各单位团契按总务部的分配进行区域整理。第五点，请各团契单位伫7月23号进行将财务账册交给干事。以利检账委员进行年终检账。第6点，青少年团契于8月19到20号举办夏令营，那地点是在桃园青年体验园区，那对象是国高中以及大专生，那费用是2000元。那报名表在1楼柜台自行索取。那有问题的话，请洽辅导翁定信跟林子瑜。第7点。第3季的新眼光手册照在1楼的招待桌，那请自行领取，然后并按时灵修。团契消息：第1点，7月16号上午9点45团契聚会，情社团契聚会，那主理是宇翔，主题是夫妻默契大考验。第2点，9月11到15台北中会松年部。有举办一个秋季灵修之旅，那是日本9州5日游。那详细的请看公布栏。那报名有限，那请洽美玲会长报名。那红线明细阮来伫看，有毋对的，阮到干事遐修正。上映信息511首，信息511首，请起立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甲恁同在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。请坐。未倒必回。